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AM暗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就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央省过康复员讲要变鬼变怪，康复员职业工会讲法是反其反倒。因为着颇有马并且事件所产生的上司机制本地要取消，说予交通部来放电。在新北市都市经营，若是协商无成功，市政府有可能会甲你拆除。头先，咱来关心到国民党的党内初选。目前国民党初选是大家老伙老底，有民调指出讲，高雄市长韩国瑜目前是赢大胜，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唔相信，也骂党中央讲要等到民进党甲包起来，恁才甘愿信。董尚伟也反击讲，当初是为着郭台铭你才来改这个初选规则，依照资格来参选。目前双方是乌亮。国民党醒醒吧！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们，醒醒吧！你们的命运还剩多久？台北都会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炮口上准家己的党内，因为传出民调是高雄市长韩国瑜遥遥领先，郭台铭真生气，讲无可能，因为无采用手机啊算，家己的支持者根本真歹配合，是中着民进党的用套杀，都惊伊会出线，爱国民党中常会赶紧想会当选赢的方法，那无就是历史罪人。你们就是等着被民进党帮你们奸杀的完全没有了。今天中央委员，你们如果要把国民党搞垮，你们就是历史的罪人。郭台铭全力咧拼国企鸡蛋关议会，寻求地方的支持，嘛亲增加行程，真罕见以拿赢的身份拜访陈定南纪念园馆，表示无分党派，非常钦佩陈定南的理念。若是伊个做法务部长，未发生参像国民党、民进党初选这款情形。不过对郭台铭最近的讲法，国民党中常委嘛做出反击，认为无公平。让他有能够合乎来参选的资格，不然他完全没有参选的资格嘛？啊，这叫做历史罪人吗？我想。这个太不公平了吧？党中央呼吁大家爱团结，对目前民调领先的讲法，韩国瑜无愿意加做回应。佮公布家己所处所在相片，定性讲唔是住伫咧豪华住宅，欺负瓜体嘛，欢迎公益团体使用。我们就是租一个简单的房子，让生活很简单。官邸如果有一些相关公益团体要来想要使用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不用客气。韩国瑜轻惊市政，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是小电视3天开记者会，认为家己是团结上大的公约数。即马党内对立严重，若是由贵和两个人出线，国民党恐惊会失去支持度。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是，非韩不投，非郭不投啊，这4到10%，很可能就是影响我们2020大选的一个关键。朱立伦强调，家己无心接南北韩政党之分，嘛是5个人当中负评上低。暗时搁要韩政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直播，最后关头争取合作的意思真明显。记者综合报道。剩无到半年，总统就要来大选咯。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是无讲伊要选也唔选，不过有传出讲亲民党惊家己会消风，想要争取宋楚瑜加柯文哲组一组来选。虽然柯文哲当场否认，不过亲民党的市议员是真期待因的合作。台北市长柯文哲到今还未开嘴讲，刚是要参选2020，所传出讲亲民党有意思要争取柯文哲合作来拼总统大位。第一，当解决柯文哲想要参选爱拼人数的问题；第二，会当帮助亲民党立委的选情。不过柯文哲公布这个讲法，从来没有跟我接触谈过这个。那你愿意吗？啊？那你愿意吗？我就突然问人家来想一下。再想想看吧，这实在是有不要每天逼我想到我不是很想的东西。柯颂我知道很好吃啊，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柯颂配。2个人的理想是不是都可以一致为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去守护？柯文哲强调，讲想要一届拄着宋楚瑜超市3个月进程，迄当阵2个人拢无讲到2020大选。亲民党党团是讲无主动来接受关定也，不过去互问到局别合作的可能性。亲民党组织部主任周锡文话无大真的，因为柯文哲目前是好的家某人选。2个人的交情真好，都宋楚瑜出任柯文哲市政首席顾问地当看出来，尤其是2个人伫两岸的议题拢捌讲过两岸一家亲。亲民党议员林国成认为，若是柯文哲合作亲民党，对局行的选情会大加分。
因为亲民党靠无情的时势，想要下过明年立委选举无分区5派候定是真困难，尤其是立委当伊家想要投入去台北树林大东区立委选择，区域立委甲无分区拢需要家母带家囝。不分区来争取的话是比较辛苦的。那如果有加上柯文哲的加持，那当然对亲民党6%以上是绝对没有问题。不过宋楚瑜4月份去香港、珠海、澳门麦，因为中国媒体采访引起一国两制争议，已经对宋楚瑜的冲击真大。局别合作敢真正是有双赢的空间，搁爱观察看卖。毕竟郭文铁爱的是总统大选加分，亲民党注重立委选情，局别合作的最后重点嘛是爱看郭文铁的政治拍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总统蔡英文伫咧面册发布，伊去拜访到迪卡科技公司影片，除了用行动挺少年人创业以外，另外也是头摆公开家己博士的毕业证书，也强调讲顶头有更硬，也讲到伊即卖的全职是伫咧做总统。蔡总统参观新创公司迪卡尔，不止办公室现代风平均年会77回团队，看到总统拢摕着手机无用翕相。蔡总统关心少年人创业，更想要知影政府因为因做啥物，除了听建言，也佮申请迪卡尔的户头，直接提出伦敦政经学院毕业证书查验，判读一前曾经被地期，博士论文造假传言。太熟练，最近很红的证据，可以大家看一下这样。那我们也请记者帮我们进去。可以看到有刚毅，看得到吗？蔡文一伫简介上写条专业是国际经贸谈判，不过特别强调，今麦专业是做总统，比认真意味真高。我做政治人物之前的专长，现在的专长是做总统。专长做总统，记录我的专长是做总统。移民进入2020大选正下，才拄访问美国转来的党主席杜永泰，先前出发进前有甲赖清德通过电话，双方要朋友的沟通，为蔡赖配保留空间。伫立委选举中执会通过第一波征调名单，只是时代力量已经伫高雄新竹提名立委参选，变成大势力强棒，伊依然无放弃合作空间。时代力量跟我们在过去也有一些合作的空间，我们希望基于对现任者彼此尊重合作的方式，继续朝这个方向来，双方来计划。无烦恼时代力量吴进财杜永泰讲做好互选角色广告好，民进党上重要。不过传出立法院长苏家全的太太洪庆珠有意参选屏东立委，长期限制张家斌的选情，伊强调会甲苏家全斗阵处理，拍拼好选情单纯化。记者综合报道。中航空罢工虽然已经结束啊，不过目前是风波夜飞，有一名天空服员罢工的中央机长洪石头路啊，另外一名姓郭空服员伫网络顶面讲要共食的物件参料，桃园市空服员这个工会头先是跳出来替伊讲话，不过工会今仔日出来回实的，承认讲调查无详细。空服员工会干部向大众鞠躬致歉。中央罢工结束，不过入住风波继续烧。之前有空服员来群组对话记录外楼，工会干部郭志安抱怨要提技术组参加了。第一时间工会出面护阵，表示是被盗户头。不过就伫中央以惠安为理由报警了后，伊马上承认是本人所发。外界时期工会无经过查证，讲法是起起倒倒。本会于第一时间未尽完善调查责任。致查证不周，说明有所不清之处，本会予以致歉。工会当时选择紧急接受联访，主要也是因为不希望社会大众误为霸凌是工会决议的方针。工会向社会大众道歉，承认无尽调查职责，会尊重公司内部调查。郭志安的工会理事身份暂时被处理，不过强调罢工结束已经甲公司签署和平协议，呼吁劳资双方冷静修复关系。早起郭志安无出席记者会，由工会代念声明，也改调地勤接受调查。在私人的群组页上比较情绪上的聊天发言，然后其实在工作上没有人会轻易的去让自己把自己置身于那个违法的状况。有一名技术伫社群网络放话要加了拜字，被记2大股解雇。对此，技术工会也发声明表示，公司以迫害惠安减损公司形象为理由剥夺工作权，违反比例原则。技术工会已经全力协助当事人，伫14天内进行申诉救济，等待后续各再一摆调查，也提醒会员，避免激发内部对立。拜三安排当事长顶高层甲空服员对会，希望双向沟通。也正是有300名地勤申请报
名专控服员，7成是男性，按算8月底受训。记者综合报道。铁路局本地伫咧8月初要来取消当初是因为普悠玛并车了后所推动即时上司机的制度。不过，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交通部长林佳龙又来甲冻点，代替也讲到目前收到部长的指示，等咧研究啊。去年10月，普悠玛并车造成严重的伤亡。为着要加强行车安全，交通部要求普悠玛号、泰鲁国号等新竹强号采取相当程务。不过，进前所传出，代替考虑到 ATP 系统已经伫6月中升级版本，各种的情形嘛渐渐降低当中。伫系统变稳定的情形之下，按算下个月初要取消的是相当程务制度，并且要伫这个月底报交通部核准。不过，交通部是紧急划停。所有的 ATP 的这些通讯的系统也已经有重新再建制好而且跟工研院研究有一些减速的设备可以确保安全。但是我希望说再累积多一点这个时间，不急着马上就回到一位驾驶员。面对相当程务，即下执行9个月，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无条件要随转来到一位驾驶员，应该爱一步一步滚动检讨。伫咧对普悠玛警告调查，有一寡处罚，再加上赔偿的代志，也别过一段路进程，爱维持相当程务。另外，这个问题嘛，应该纳入做伙严上改善。这个东西是正在测试，那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在普悠玛太鲁阁装设完成。那既然台铁局之前说，这个普悠玛太鲁阁应该要双人乘务，但是却在实际装设新的系统之前就取消双人乘务，那我们觉得这个逻辑上是有很矛盾的地方。代替产业工会认为，整体技术系统的改良确实有伊的必要性，但是人力缺口补足的问题，佫较未等接。代替是表示已经接受到交通部长指示，佫伫咧研究当中，其他不方便透露。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市今仔日又再确诊2例本土的天狗类，是伫南区的大运里1例，加安南区的理想里1例。台南目前拢总有8例，因为新增加这2例，甲开山里有地理上的关系。台南市卫生局也继续来转药消毒。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将塔门拍开，互演刷去，但是这个场景有一点仔特别，是伫展场内面。原来台南电信公务馆甲台南市中西区开山里单仔隔一条马路，当然嘛成为消毒的目标之一。但是展场内面，伫咧展出孔庙的8大清代药品，百年文物要安怎？结果嘛只会使亲上号码面对消毒。那因为毕竟它还是木头，就是玉匾是木头的材质，所以我们为了要防护它直接做就是最直接的接触，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用那个养生胶带整个把它给密封起来。百年药品套上塑胶膜啊，虽然有一点仔好笑，但是这嘛必须爱做的代志。因为10号台南市天狗类又搁确诊2例本土天狗类，分别伫咧南区以及安南区，累计是已经达到8例。虽然这2例甲旧病例的东区大同里、中西区的开山里有感染的地缘关系，台南市卫生局是表示疫情无算扩散。在这个工作地、活动地跟这个居住地呢，都有相关在开山里跟大同里，这个是2个紧邻的里了哈。那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在同一个群聚里面。另外，疫情相对严峻的高雄市，截至9号为止，总共确诊38例本土性糖狗类病例，大部分集中伫宣明区。由于近期台南高雄连日感冒，天狗类防治中心嘛再次呼吁民众后后都应该加强落实巡逻清路工作，防止疫情来扩散。记者温正훈高雄台南综合报道。伫咧阿里山松林的铁基路，今日透早妨停一台车，影响到火车的通行。火车驶到一半煞停落来，乱停的行为也互网友来甲喷。今日透早8点外，嘉义德家有人真欠天，甲车停伫铁基路边，火车未得过。列车长发现了后，就随通知司机停车，也联络警方。落尾车是有驶走，不过也互车顶的旅客耽误20多分。警方也依照着铁路法，甲这个车主依法发办。真侪都市伫咧更新，总算有2间仔拢无爱愿意来配合拆除。新北市政府大胜通过着多间大拆办法草案，未来只要协调无成功，就会当依照程序来要求新北市政府来倒拆除。
泰鲁真济落落来，各用一大片围篱甲规栋建筑物包起来。今年之前佫发生装备规个放落来是真危险。这是新北市五股区西云路的海沙厝，厝龄差不多30年，伫107年通过都市更新，更新进程总户数有60户。虽然目前全部的住户拢已经搬离开，啊，毋过嘛是有3户同意拆掉海沙厝，啊，毋过却无同意都市更新的部分。以阮的厝真危险呢，那若无拄落落来跌落会死呢。还是一样要少数服从多数。伫台湾有真侪都更案，拢因为住户的意见歹悄悄来卡关。新北市政府头先通过都更代替办法草案，实施者甲爱拆的住户参详失败，会当以定数请求市府代替来拆掉。意思就是讲，用自治法规来定定强化公权力执行的效力。市政府受理代替了后，执行进程拢会搁进行协调的定数，而且会透过审议的会议检查讲敢是有保障代替住户因的权益，而且处理有争议的代志，还有确定因的正当性。那市府接受申请之后呢，就会成立一个再协调小组进行协调。那原则上我们会协调2次。那针对一些危险的建筑物以及海沙屋，那协调不成的话，我们就会进行排定拆除了哈。那如果说是一般的案件，它不是属于这个危险或者是海沙屋的这种案件，我们还会进一个审议小组去做一个讨论。新北市政府表示，目前规个新北市有5件拄到无同意后的问题，办法通过了后，上紧伫这个月底就当开始实施。啊，若是代替拆除的钱，会交予都更的地主来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刺激台中的消费，台中市政府推出着台中购物节，而且上大奖是几千万的厝一间。不过政府要送厝予民众，也有人来质疑讲，是毋是市政府甲建商有交集的问题？台中市购物节开始啊，只要伫台中市消费满500块，上网登录了后，上大的奖就是台中市市区的老仔厝一间，而且税金拢唔免。这么好康的代志，民众嘛无啥相信。500块换一栋房子好像不是很就是平衡这样子，就可能游戏规则要写清楚一点，金额是从哪里来，就可以让市民享用这种福利这样。台中市政府甲台中市2间建商工会来合作，推出了台中市消费满500块，上大奖就是一间30外平的千万新厝。当地介绍，伫每平23到25万中间，得奖的人连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甲所得税拢唔免纳。互外界质疑，这笔钱到底是谁吸收去？台中市都发局表示，是由80多位建商工会成员来共同吸收。房子、车位跟税金都由建商工会这边来做吸收，共好的概念。那如果说有单一建商的提供，或许大家会有这样的联想。可是我们是对工会、对团体。台中市都发局强调讲，这个奖是建商共同来提供，相关的税负嘛是建商工会来吸收，刺激台中市消费的成本未由台中市民来承担，嘛无甲建商交换任何减免的措施。建商部分只是表示，因愿意承担这个奖的成本，是希望透过活动的行销来带动大台中的房地产市场。记者综合报道。有要推动德科德南基地，苗栗县政府进行着都市计划加土地中划，也在2010年的时阵引起着农民的抗争，也就是社会运动大埔事件。9年过去啊，红拆除的张用房是原地，搁再登记伫咧中划区内底的大埔公园，煞坑咧互伊发臭。这是苗栗大埔中华区的大埔公园附近的人行道，市场提供民众休困的医疗啊，拢去互臭炸掉的。这里面有吗？有，这个都有。在哪边？这边。哦。然后不断惊喜出现，又来了一张。完全都被这个草掩埋在里面。常常伫遮运动休闲的民众，看到草发甲遐悬，就算讲知影有影通坐，嘛唔敢坐落去。坐在草里面，其实就这样看不到人。这样看，其实走这张跟那一张还看得到一点点，后面都看不到了。草变长就看不到，是忙不过来，还是因为那个钱不够？我搞不清楚。公园的蓄水池嘛是草发甲，已经看袂到内底的水。部分的景观设施嘛待伫草仔堆内底，根本就看不出来原本是生做啥物款。苗栗德兰电工所公园管理所指出，规个中华区要甲137公顷，骹手真正无够，而且草真是发伤紧啊！即摆已经派人来处理，预计要14天。整个园区啊。能知道吗？对啊。你们才发现那个有些草已经高过那个是啊。有啊。哦，那就这来割了。
苗栗大埔中华区就是迄当年大埔事件发生的所在。2010年开始引起连续的农民抗争，还有公民运动，嘛经过2013年张药房拆除的事件，2018年张药房原地重建。即马大埔中华区内底大埔公园草发甲，民众希望公所会当尽到维护的责任，才袂无采土地中化的目的，还有残金付出的代价。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台湾的农业，国内确认秋兴菌虫幼虫通报案例，到初九已经买200件，另外也发现到生虫买240只，其中有4成是伫无幼虫的产地发现，也代表着秋兴菌虫有栽掉伫台湾生态，伫咧赢飞，也请民众爱注意。国内是安怎会出现秋兴菌虫？农委会推测，可能是对气流入来咱台湾。若是这批虫即摆已经完成世代发育，到初九为止，本岛总共查到236只生虫，且有6成是出现伫原本就有通报有幼虫的产地。毋过，煞有4成是进前无通报讲有疫情的产区，代表讲这个秋兴菌虫已经四界伫生态，有主动扩散的可能。可以在台湾完成这个世代啦，完成这个生活史哈。那而且它具有移动性，好，会从这个发生的田区移到我们监测的这个点。目前荒地的部分，搁伫经济除药的第2阶段，受到危害的作物上主要嘛是番麦。毋过台湾对秋兴菌虫的认识是真有限，所以农委会邀请专家学者，针对伊的叶会不能生态的所在，还有荒地药效等等的方面来进行研究，要研究出上有效的整合荒地技术，来进入第3阶段，让农民自主管理。在初期的时候，一定要配合用药建议，那大家都要用差不多的东西，以免今天有人乱用，然后导致只要一个地区的虫有抗药性，然后失效的时候，那就是全面沦陷啦。颜胜宏表示，通报的案例减真济，那是因为无通报奖金了才造成的。政府可能要主动加强落去查，才会当掌握秋兴菌虫族群即卖状况。防检局嘛表示，会继续来监测，而且强调讲，目前共款阁是紧急防治的阶段，呼吁农民要继续宣传，主动通报，及时防治。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新闻。美国甲中东的伊朗关系是愈来愈歹，中东对外石油的航海运输安全，大家也紧看。为着要反制伊朗以及较活伊朗的也门反抗军，美国当咧想办法串联甲伊朗较歹的阿拉伯国家，做伙来保护阿拉伯半岛的南北边海峡。顶个月传出2只油轮，敢若互伊朗攻击抓爆炸火烧的地点，就伫咧霍姆兹海峡东边的欧曼贝，由中东运送去亚太等所在的石油。这片海峡是真重要的航道。伫咧美国提出伊朗核能协定加强制裁措施了后，伊朗嘛呛声讲要封锁霍姆兹海峡，各国拢高度紧张。مسئول حفظ امنیت کشتیرانی در خلیج فارس و تنگه هرمز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ست. بنابراین اینجا منطقه ماست، اینجا خلیج ماست. 伊朗的军事科技虽然不如欧美，但是趁到第2支边，只有可能讲会到做会到。伫这个时阵，伊朗进前讲，因的浓缩铀存量已经超过核能协定的上限，未来要提炼偌济浓缩铀的浓度关键，嘛拢由伊朗家己来决定。针对这点，美国当咧串联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准备要组成和伊朗对抗的联盟。Let me be clear. Iran should not confuse American restraint with a lack of American resolve. We hope for the best, bu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our military are prepared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 and protect our personnel and our citizens in the region. 美国的构想是由美国海军出动有指挥管制功能的军舰，由隔壁的国家派遣攻击舰艇组成舰队，巡游对波斯湾、霍姆兹海峡到欧曼贝的海峡，以及阿拉伯半岛南边挖进也门的缅达海峡。若是舰队规模的大小和任务的内容，都爱看有关国家派出来的海军战力。规模若大，就执行较侪任务；规模若小，就缩减任务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
过去10年一直拢是美国民主党幕后的大金主，加州富豪 Tom Steyer 初九宣布讲要参加民主党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位现金骨包银的基金经纪人，非常关注人民的各种议题，是民间监督 Trump 上大势力。2018年众议院选举 ，Steyer 开超过1亿美金来赞助民主党候选人。其实过去10年以来，这个避险基金经理人一直拢是民主党上大的金主。不过真正互 Steyer 知名度拍开的，是伊买真侪电视广告来宣传大型 Trump 的行为。By my count, Donald Trump has committed at least 8 impeachable offenses. He's trampling on the rule of law and risking nuclear conflict. He is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o the institutions of our democracy and to the safe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Steyer 长期以来关心环保、气候变迁、移民，还有全民健保等等自由派的议题。有关伊想要拄幕后加向目前参加总统大选的消息嘛无断过。不过伊今年1月份要公开举办记者会，排除亲身参选的可能性。上知影伫初九即天 ，Steyer 立场出现真大的改变，宣布讲要来参加2020的总统大选。I think what people believe is that the system has left them. I think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corporations have bought the democracy, that the politicians don't care about or respect them, don't put them first, are not working for them, but are actually work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rigged the system. 民主党这届大选参选人数大爆炸，有25个人要争取党内的总统提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顶个月第一场电视辩论会了后所做的民调显示，前副总统拜登用22%的支持度排第1名，第2是加州参议员贺锦丽，还有马州参议员 Warren。Steyer 敢会当下过号定参加7月底由 CNN 主办的第2场电视辩论会，还佫唔知影。照规定来讲，伊必须要收集到65000份的连署数，而且至少爱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承认的3场民调摕到1%的支持率，才会当徛起咧辩论的会场，而且是第3礼拜时间以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国土面积第2细的摩纳哥，使用中国华为的5G 设备，初九成做欧洲头一个规个国家有5G 的国家。不过，美国甲华为看作是国安的威胁，全面来禁止。华为也强调讲，摩纳哥的案例是拍开欧洲市场。不过，摩纳哥的民众来表示讲，因对5G 网络的需求无讲介大。初九伫马纳哥5G 网络的开通典礼顶悬，包括华为副董事长桂平、马纳哥电信的大头家法国籍的鸟，以及马纳哥负责数位科技的官员拢亲自参加。在去年9月，马纳哥电信和华为完成签约仪式。经过10个月测试，马纳哥正式变成欧洲头一个使用华为的设备，专门予5G 网络服务的国家。Plus vous transportez des données, plus il vous faut des réseaux efficaces pour le faire. Et la 5G révolutionne le monde des réseaux parce qu'elle a besoin de beaucoup moins de puissance électrique et radioélectrique pour transporter beaucoup plus de données. 马纳哥效果人口较无35000人，面地全球第217名，面积只有2.02平方公里，比桃园机场更加小。加拿大大过 Vatican 是全球第2小的国家。华为副董事长桂平表示，虽然信号伫马纳哥服务的范围无大，但是对华为业务来讲，依然是一大机会。嘛替开拓欧洲5G 市场拍开一个机会。但是马纳哥民众表示，目前当地对5G 网络的需求并无介悬。Bah, la technologie, oui, c'est intéressant, mais pour l'instant, la 4G, elle passe très bien, ça marche très bien pour moi. Et, moi, actuellement, j'ai la 4G et ça me suffit largement, hein, donc ça capte très bien. Donc pour moi, personnellement, j'en vois pas l'intérêt. 因为美国将华为科技看作是国安的威胁，大力封杀华为的美国市场，嘛变成中美贸易战车拼的关键之一。国家极力游说其他国家加入围堵华为的行列。目前，包括澳洲和纽西兰都已经宣布禁用华为的5G 设备。欧洲国家目前态度无同，华为除了积极开展欧洲的5G 市场之外，包括南美洲的巴西，嘛是华为主攻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卖 Hello Kitty 的人，一个日本公司三丽奥公司，因为限制商品伫咧欧洲单一的市场内底来贩卖，欧盟执行委员会认定伊是违反着欧盟竞争法，初九宣布要甲伊罚622万的欧元。
各种的 Hello Kitty 红仔放在架顶，日本三丽鸥公司以创造出 Hello Kitty 这个造型人物全球通人知，即马所获欧盟认定，伫商品销售方面违反着欧盟竞争法，开发着622万欧元。EU ヨーロッパ連合は日本のサンリオがハローキティなどのキャラクター商品の販売をめぐって日本の独占禁止法にあたる EU の法律に違反したとして日本円で7億円余りの制裁金を支払うよう命じました。经过了解，为2008年开始在一档来，甲三丽鸥签订销售纸币、册包啊，也是7头米啊欧盟业者，互人要求敢若会当伫同一国家销售，袂使甲商品卖去国外，最后欧盟认定是违反着欧洲单一市场的公平竞争，会互消费者选择变少，因此开发。サンリオは今回の決定を真摯に受け止め、コンプライアンスを充実させて信頼回復に努めていきたいとコメントしています。因为三丽鸥配合欧盟的调查，欧盟嘛伫声明指出，这个罚款金额嘛比规定降低了4成。记者陈世彤报道。镜头看转来到咱台湾，观光局明年是毋是要调薪水？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初10的时阵，召开着观光局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最后决议是甲正方、反方两边的意见交予行政院，由院长苏贞昌做最后的决定。英国观光局调薪是参考着 GDP 成长甲物品起价情形，这回会审议分做依次甲调薪两派。由地方政府是惊讲调薪来造成财政的负担，如果这届搁再调薪是会起3%，所需要经费会超过200亿。去年台北市长选举，因为内蒙密地变做真正的参选人，吴国玉下晡也召开记者会来宣布讲，伊要成立白色联盟，明年会塞10位立委的候选人出来参选。若是真顺利入到国会，也会推动相关的法案。这个法案就是要来防止着亲像高雄市长韩国瑜选选市长，就要来选总统的情形。去年因为推广旁边内蒙，并且伫辩论会中唱歌，红起来台北市参选人吴岳翔10号下晡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成立台湾第一个无以执政为目的的政党白色联盟。未来只当届立法院甲各县市议会选举，无参加总统甲县市长竞争，也无接受一个邀请。明年立委选举将推出10位科学立委候选人。执政党的立院，他执政的想法，他错误的时候。当党团有什么错误，或者说上面的人有错误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案子是错误的，结果因我是执政党的立委，所以我必须照章通过。伊表示，台湾2000年政党轮替了后，就陷入纳入恶道当中，所以3年前伊就组织政党的想法。目前共同发起人包括社会贤达甲公正人士，未来将推动防止政治假造法，也就是反落后条款，禁止政治人物大旗参选，避免佫出现国民党韩国瑜等参选争议。选民为什么要把票投给你？他投给你的目的何在？就希望你讲的政见，你把它实现，结果。你做了不1年，或者不到1年，你就要想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伊也证实，筹备过程曾经甲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等人接触过，黄国昌对白色联盟组长也真肯定。不过双方伫无参加县市长选举理念上无共调，而判局。而政党的名号外界认为可能甲国民党白色力量来混淆，不过伊强调，政党的名号是所有人的决议，也别甲国民党合作。记者综合报道。3年前，伫桃园一名姓王的嫌犯，伫咧29暝放火，造成6名厝内的人来死亡，为1审、2审拢是判死刑。最高法院今仔日是专案死刑确定。罪犯王仁贤几落摆伫法院骂法官黑白讲，受害家属到今拢无愿意原谅伊，请求法院判伊死刑。最高法院审理了后认定，犯罪的人伊是天理不良，也无后悔意思，更加无教化可能，除了判死刑，无其他的选择。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自年底告发到体育协会为着要坐调理监事这个位，组成一个换票联名，互相盗摄会员的资料。本地北检去年要对棒球协会前理事长陈泰正等5人反起诉。北检今仔日是依照着违反国资法以及着伪造文书起诉这5个人。那就互相盗摄个人资料，想要组成换票联名。立委黄国昌2017年年底去北检告发各单项协会。北检原本伫去年8月份对野球协会前理事长陈泰正、棒球协会秘书长刘中兴、前游泳协会理事长柯中雄等5个人反起诉。结果黄国昌抗议了后，高检署撤销法规，北检查查该换违反各资法、伪造文书罪等起诉5个人。体育署过去不断的推脱，现在地检署正式起诉了。那这些涉案的人还适合在协会里面担任高层吗？这一次正式的起诉以后，我真的希望能够把体育署敲醒。5个人去用起诉了，黄国昌认为这敢若是走向正义的头一步，呼吁法院要判较重嘞。若是规件代志拖遮久，违法灌人头的涉案人却无受到任何的处罚。同款是协会的高层，美工体育署一直伫加困，无任何的作为。按照这个国体法43条的规定，如果协会的理事长，也就是会长或者是秘书长，他有经法院呢有期徒刑的这个判决是确定的，那是不适合再担任。所以你的意思说，在就是司法定验之前，都还可以续留原职？我们就依法来处理。尊重司法，多谢立委指教，体育署回应，要等待案件确定了，才会当解除协会的职务。若是5个当事人，唔是手机关机，就是讲拄则才知影，无愿意接受访问，要等待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江湖一点决，讲破是无价值。在新德县半导体设备制造厂德星科技，今年4月因为一名姓陈的员工偷摕公司内面关键的技术出去，互其他员工发现报警。虽然警察有掠当警察局，不过也是互伊选去啊。公司若表示讲，资料若是泄露出去，恐惊会损失几落10亿。为感谢去外面因看到姓陈的前员工趁着公司下班了后门禁卡松，今日厂区用美工刀围开 tap 进入车内，将当初印花公司机密档案资料装入黑色皮包啊，马上行出厂区。今年4月，伫新德县的德星科技指控疑似做着姓陈的员工偷摕公司机密资料，那这机密文件外流，初步估算损失恐惊高达数十亿。出估少说都是至少是10亿元起跳的这种经济损失啦，啊，但是你说至于确切多少，我们目前这个是初估，有可能是比这个金额更大。德星科技也对警方处理方式表示不满，自己警方无掠当时是现行犯这姓陈10人，更加指出警方无准时互伊逃走去。合法程序下要维护双方的权益啊，那我们立即的处置就是将在跟工程师沟通之后，他也同意将这个证据暂时先保存。而亲像安尼商业间谍，亲戚公司将高端技术营业秘密提走，伫德科常常听到，因为台湾科技业常常做出双倍高薪水来唬人，甚至对华工业和不少员工偷走台湾公司研发技术嘅成果。专家认为，这是目前国际竞争的趋势，台湾应该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在这部分的利诱下，部分当然会有人铤而走险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相关的公司的机密状况下，这些营业秘密基本上都要先做好自己的准备。高科技半导体产业因讲是台湾经济命脉，不过回顾过去，新德为自2018年到即马，侦办了71件商业案，先成功起诉13件，不过业界偷取商业机密的违法行为依然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食酒爱细腻，食济是会误代志。为着要降低酒价，法务部也推动修法，也加重了刑责。另外一方面，也甲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来合作，由台北地检署提供300多位酒驾的个案接受治疗，结果再犯的几率也降低真济。
为着要降低酒后开车再犯率，台东地检署办理和酒后开车的人去殡仪馆洗冰柜。中华地检署是和酒后开车累犯去肋骨塔做清洁工作，推动市民教育降低酒后开车，成效如何，佫需要评估。台北地检署和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相调营区合作，转介322位原起诉的酒后开车的人进行治疗，结果发现完成一档治疗的再犯率是10%，无完成的人再犯率是25%。在我们的资料里头是大幅的下降，而且显著的下降。全世界给我的资料都显示，只要有医疗人员或者是有相关咨商人员的这个介入关怀，都一定会到达某种程度的疗效。黄斌基主任发现，会出现高频率的酒后开车，不一定是啉烧酒啉调的人，爱啉烧酒但是还未调的人，颠倒酒后开车风险更加悬。伊认为，面对这个个案，只要有医疗介入，佮维持1档以上，不管是透过药物还是咨商，酒后开车再犯率就会降低。法务部嘛在评估扩大合作的可能性。我们除了严惩之外，应该来帮助这些有酒瘾的人，怎么样戒瘾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法务部已经推动修法，加重酒后开车肇事的刑责，伫6月下旬公布实施。7月初1，酒后开车新制度实施，包括新增加提关罚款，共且乘客有人做处罚。不过，警方执法1礼拜，处地加上移送法办的人数，又远超过1700件，和修法进程比起来，酒后开车人数并无明显减少。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乌多摆也是汽车完全是食电的，是免收汽油燃料费。交通部也委托法人单位研究着汽油燃料费制度来检讨，最近也出炉了。初步建议讲是会当维持现状，不过讲到这个汽车燃料费要安怎算，会当搁再讨论。交通部也表示讲，这个研究会放做未来的政策参考。这个月开车人爱交汽车燃料税，即马汽车燃料费采随车定收来办理，依照引进排气量大细来算。电动汽车是无收费，不过也引起无符合公平使用原则的质疑。是用排气量，然后算那个税金的嘛？对啊，然后就是而不是看你有没有常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太合理。开得多的就是要收多一点，是不是啊？我们没有用那么多，所以我是赞成。汽车燃料费爱安怎收？这年来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应该以里程来算，走偌济算偌济才符合使用者收费。对此，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最近完成一份研究评估报告，评估研究以里程加车单价费定收的可能，其中也建议将汽燃费改名为道路用户费，将慢慢纳入电动车定收使用费。应该要建立一种制度，就是对于道路使用的越多的人，对于道路的破坏越多，那么他应该支付比较多的费用来作为道路维护之用。那如果这一个命题是成立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是采取随油征收，会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做法了。交通学者认同使用者付费原则，不过也牵涉到营业车使用者无同款车速用路偌济有关系。而运输研究所是低调表示，这份报告只是作为参考，即马汽车燃料费依然维持现状，随车定收。记者综合报道。为发布10月4日前接到美国甲加拿大所发布的国际化妆品的警告，也发现讲台湾大工制造有5款的化妆品，内面有致癌的成分石棉。10月4也请地方的卫生局来调查。就是这间台南市真有名的观光工厂台具生技公司，专门接单大工生产保养、彩妆等等化妆品，主要以外销为主。不过，煞被验出有4款的化妆品，敢若有含致癌成分，和食药署要求随启动有风险落架。第一，这些产品不是在台湾生产的；第二，这些产品从来没有在台湾销售。106年就已经停产了，可是因为它还在这个产品的效期里面，所以说我们也怕说它要是有一些人从欧美带回来这些化妆品，我们也会在市面上来加强一个稽查。
食药署表示，进前接到美国和加拿大国际化妆品警讯，发现台湾大港制造的5款化妆品，包括眼影、粉饼、彩妆和修容盘等5项化妆品，敢若有含化妆品禁用的石棉成分。除了4款台具升级大港的之外，另外1款到底是倒一间大港制造生产？食药署和卫生局搁伫咧追查当中，因为石棉属于一级致癌物，长期使用也是接触到，恐惊有着癌的风险。前4项产品的部分呢是没有到国内来流通，那最后1项产品疑似有在国内流通，所以呢我们请所辖的卫生局已经着手来进行调查。吸入会导致这个肺部的这个间皮细胞瘤，还有这个肺癌，还有失眠肺症。那另外皮肤接触也有人认为可能会有啦。食药署强调，已经委请地方卫生局进行调查，了解石棉是对倒位来的，以及问题化妆品是毋是有流入国内市场等等。一旦发现违规的产品伫咧台湾有卖，上重会当罚500万罚款。记者综合报道。金曲奖拄结束，小连续3天，要带大家来看台语歌王歌后甲台语最佳专辑。头先，咱来看台语歌王罗马阿迪，摕到台语歌王封神的背后，是伊对母语创作的坚持。做伙来看罗马阿迪做台语音乐的故事。最佳台语男歌手得奖的是流氓阿德。过了50岁，开到台语歌王罗马阿迪特别感谢妈妈给伊的勇气。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妈妈在天之灵，我知道她今天在现场，因为有她，我才有勇气继续倒下去又爬起来。谢谢大家，谢谢。我讲啊，我的朋友，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进入音乐界27年，罗马阿迪想起当初时用台语创作，是互家己的母语感动到。我听到的时阵，我感觉怎啊心中去有啥弄到迄款感觉，就种这应该是我的母语，我要来写这款音乐。结果写落以后，我感觉我咧写是我的文化，是我的人生。找到家己对音乐的定位，罗马阿迪下功夫，认真曲唱台语词类。一般咱咧讲的话，其实词汇真少，但是我努力去做足多台语的词汇，来互台语更加文雅。透过创作，互累积伫心中的情绪有机会透放。罗马阿迪也鼓励即阵当伫咧为梦想奋斗的人。你爱甲遐艰苦辛苦的代志，当作是一款考验。你若这个考验你有法度跨过，你就赢。得到金曲歌王的后一步，伊阁有其他的梦想要继续完成，亲像写小说、主持广播节目等等，要继续充实家己，搁来向前行。记者洪敏珍、陈冠达台北报道。有心拍招招的位，无心做事半路废，搁来做就会出头天。人讲是毋是？伫台湾有一群正爱跳街头舞蹈的少年人，组一团号做T4地，将家长文化编做歌舞。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今仔日暗时10点，做伙来看这阵少年家的青春美梦。T4地的团长阿庆自细汉就爱跳舞，17岁的时阵，为着要正做舞蹈老师，一个人到台北打拼，佮为着要互舞艺更加提升，去到美国进修。阿庆发现到外国会当将在地文化编做舞蹈，安尼台湾是安做袂使，所以开始思考是毋是会当编出属于台湾的舞步。基本上就是，阮就是希望讲吼，会使创造咱台湾的舞步。什么是上代表咱台湾的气味？对，迄阵啊想着讲，家长，咱有这公司的话，咱不如咱真正去看卖。敬神的舞蹈，台湾有家长有奖手，团长阿庆为着要将家长的脚步手路编做现代舞蹈，带着团员到真现场学家长的传统步。虽然真现场堂主创上员训练严格，T4地有关是每一年拢会回来请教。因为阮想讲家长是一个台湾就特别的一个特色啊，而且就有生命力啦，而且它会使变出足多无同款的舞步安尼，所以
KSD 就是将台湾文化去希望互全世界看到的一个团体安尼。提速地以传承推广台湾文化为使命，用台湾的语言音乐、台湾的文化典礼来编舞。但是，唔那是希望会当互世界看见台湾，我希望透过加强歌舞，互生活伫台湾这块土地的咱，会当发现到咱文化美丽。记者综合报道。在嘉义溪口有一位画布地戏甲歌戏布景超过30-40档的陈明山师傅，伊为着要互布景更较有特色，特别选用夜光的漆，也另外伫乡土教程内面也教这囡仔，互因知影这项传统技艺。摕道具的刀剑伫咧舞台顶搬戏，陈明山师傅运用荧光的颜料，搁再搭配特别制作的蓝色光源，就互道具伫咧光源不足的情形之下，颠倒变甲较严。因为这荧光的物件画起哦，伊也开始伫远咧做，你感觉哦，它很显眼哦，荧光颜料就是越来越美丽啊。平常呢，它的颜色就是比别人家鲜艳，所以你就会去注意它。主本是电影看榜的画图师，随着传统电影院的热度，陈明山转投入画布地戏和歌戏的背景。随着年纪愈来愈大，伊嘛开始进行教学的工作，希望会当传承伊这项技艺。这文化也无好啊保存起来，你以后看到拢是共款的物件，哦，啊，等到迄种伊的精神主体都拢碰见去啦，吼，所以我感觉讲，这就是讲吼，咱来好好去来做一个培养啊，上好会使成为种个小朋友一寡乡土教育，先来做着手，成为下一代开始安尼啊。陈明山表示，布袋戏的道具真趣味，嘛容易互学生来制作体验。未来会注重教学的内容，互学生会当先喜这门艺术，互这项乡土教育会当变成家己关一个发展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婚恋的竹仔竹笋，即马当日咧大出，也因为大出煞来败价。挂壳的麻竹仔笋产地挂价大约是每公斤7块半。不过这几年成本增加，愈种是愈了钱。农粮署也启动着麻竹仔笋加工补助，由加工厂来甲农民收，10公斤8块半，由政府来补助每公斤1块半。云林高溪农民头早来万竹笋，准备送去市场卖。不过，这几档煞因为做事的成本太悬，加请工的工钱变贵，出现真侪做事人拢是倒贴咧种。农民讲，就算即马种一产期，计数嘛因为大出来败价。俗的啦，7块尔都挂无钱，挂一车这样这偌济钱尔，无够，我请人用都无够，互人来个。在地孙农表示，达当6个对到10个是麻竹仔笋的产期，目前挂壳的麻竹仔笋10公斤的计数是7块半。即马为了因应麻竹仔笋大出，农粮署启动麻竹仔笋加工补助措施，要补助加工厂包含运送甲加工处理费10公斤1块半。补助那个工厂那边，好，那收购的价格是8.5块，然后我们会补助工厂那边1.5元的部分，原本是定说3000吨那个量，那当然现场的农民也反映说3000吨可能不够，我们就提高，就是往那个量就不限。云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云林县种竹笋的面积有4000多公顷，总产量超过6万公吨，面积甲产量拢是全国第一。即马麻竹仔笋大出，个品质好，希望消费者通加买寡，增加农民的收入。农粮署所提出的麻竹仔笋加工补助措施，收购期限自今仔日到9月30结束。记者综合报道。但年春天开始，林景甲乃至拢会小连续开花，也是芳农采蜜的上好机会。今年受到暖冬的影响，蜜的产量减半成，小连续举办15年的全国零零蜜评鉴也头摆来停办。受到冬天烧热、春季雨水伤少的影响，今年3到5月林景4-5桶蜂蜜，大约就去年的1/10。芳农表示，除了3个月采蜜期以外，还佫有9个月需要用糖水来饲芳，爱真大量的饲料甲人力设备才会成本。
但是今年产量大减，嘛互因怨叹讲根本赚无钱，所以农委会嘛有特别补助蜂农。那农委会农粮署这边，它就是为了要顾及整个养蜂产业，然后不光是养蜂的蜂产品产值，那还有其他的对果树有授粉的状况，那所以它有补助我们蜂农这边砂糖喂养的饲料。台湾饲蜂协会表示，过去国产蜂蜜产量一年差不多有11000吨，但是今年气候无正常，产量大减，敢若剩1000到2000吨。所以连续举办15年的全国林景蜜冰鑑，嘛因为安尼头一摆停办。产量真的很惨，那所以各地蜂农都采不到蜂蜜，那全国的停办，那还有包括5个县市，它有办蜂蜜评鉴的也停办了。虽然讲今年市面伫卖的国产蜂蜜大多数是旧年的库存，不过蜂农嘛表示，蜂蜜的保存期限有2年到3年，品质未受到影响。目前的价销嘛，甲往年拢差不多，民众会当放心来买。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0度。东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部分，为24度到31度。新闻的最后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仔讲的是。